香港在1970至1980年代的發展。政府在1970至1980年代大規模開發新界，發展新市鎮，以舒緩市區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。新市鎮的社區設施齊備，對外交通網絡完善，不少居民都搬到新市鎮居住。踏入1980年代，香港經濟穩步發展，居民的生活質素得到明顯的提升，消閒和娛樂活動也產生變化。香港在1990年代以後的發展，政府投入資源改善小學教育，課室的設施逐漸完善，而且小學逐步由半日制改為全日制，讓學生有充足的時間學習不同的知識和技能。政府不斷地推動各項基礎建設和發展項目，除了便利居民的生活外，也促進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。堅毅與互愛的香港精神。2003年，香港爆發沙士疫症，嚴重打擊經濟和影響居民的生活。縱使挑戰不斷，香港居民在艱難時期仍然堅毅不屈，互助互愛。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持守下去。